工課場的霸凌防治專章7月1日就要正式來實施啊！規定這企業就要設申訴甲調查的機制。民間團體是表示支持，不過伊嘛真煩惱講，這勞動部宣導甲勞檢的經費不夠，安尼新制恐驚是真惡落實的。所以呼籲這國會就要趕緊來通過總預算，支持勞動部新的政策，同時來保障勞工的權益。這條霸凌事件不時的發生，去年勞動部公務員霸凌案引起社會關注。為了保障勞工，勞動部新增加霸凌防治專章，7月1日要正式實施。不過拜有民團開記者會，認為勞動部若欠缺執法人力、甲經費推動宣傳、教育訓練、甲勞動檢查，就算新法就路，基層勞工要是快到接袂到。尤其在新法上路的階段，要加大宣傳的力度，那要積極推動各個職場的教育訓練。強化勞檢的資源，那以顯示政府推動的決心。霸凌防治專章規定，勞工人數超過30人以上的企業，就要交發規檢的申訴、調查甲處理機制。不過，民團表示，新法若要真正保護勞工，政府就要加強新法的宣傳力頭，甲落實勞動檢查。另外，民團嘛指出，台灣有88萬外的外籍移工，因為身份較弱勢，較遭受到職場霸凌甲強迫勞動。希望政府甲企業落實新制，保障所有員工的權益。所有的外籍移工，88萬的外籍移工，不管是在農業部門、在漁業、在營造、在基礎建設、在這個工廠去付出他們勞動力呢，他們值得受到基本的人權跟勞權的保障。這個專法，即馬規個這個勞動部的這個費用是攏無通過，這對因來講，連這個宣傳的這個費用，伊攏唔敢去用。民團表示，若中央政府的總預算無通過，恐驚影響勞動部推動教育訓練、宣導、人力的資金使用，所以呼籲國會支持相關的預算，才會當讓這場霸凌防治制度正式落實。記者郭金王志剛台北報道。